伊百香果是毋是拢伫网仔顶对无？对。咱你看我示范，右来，全部拢走来对无？哦啊一下浮起来，哦，嘿，好耍呢。浮起来了，会跳呢摕咱的拿底，安尼对 OK，嘿，聪明，伊安尼个，非常之聪明啊。安尼单位敢会克伤？啊所以咱袂使伤大下，你若落涂骹啦，伊就会较翻身，对对，啊会受伤。对，我有听过，就是迄百香果是结果，若是落地涂骹也生气，对，气味都无共。好安尼哦，你爱食生的，你就尽量落地涂骹，不要尽量，你安尼规甲好地涂骹，我每一日你家己食呢。真该食落来，秘密注意。所以较等咱若有迄青有无？咱青糊着伫脸盆，咱就摕一个等一个等涂骹，啊，譬如讲迄粒，咱涂骹看起来水水的迄个，迄袂使哦。落地涂骹就无法度食哦。对啊，伊迄落落会较酸啦。哦咱较等下采收网仔底就好。好，了解了解。好，来安尼开始。开始哦。嘿，哦，专业无？哦，敢若袂歹算哦。安尼我这边来。咱一人一骨啊。你甲看，哦，连面要真拿呢。哇！看紧无啊？你真正足紧的呢。吼，我做农的上伫遐呢。